去到日本旅游，大饭店可能会变较贵啊。今年开始呢，真侪县市政府要收这大房税，或者是甲本地税金调悬。亲像这东京呢，目前是暗时收100到200一票，未来会调到大房价是3%。安尼讲到这京都呢，是拍算要加一票1000块，调悬到1万。这税收的部分用来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，不过也引起旅客和业者的反弹。房间内底空间虽然无大，不过真清气，设备嘛较全。饭店是游客或者是商务人士会去日本东京上主要消费的所在。不过这条钱恐惊会愈来愈恶负担。日本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陆续调涨住宿税。那么以东京都来说，从现行的100到200日元将会调整为3%的税率制，因此也引发了不同的讨论声音。嬉しくないですね。100円と200円っていうね少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、今度は例えば3万円のねお部屋だったらね3% だとねそれなりに大きくなりますから。饭店的业者烦恼费用变悬，影响旅客住宿的意愿。除了东京甲住宿的税改做是3%的税率，京都市嘛为3月开始，甲上济1000块一票税额的上限提悬到1万块的一票。其他包括北海道各地、东北宫城县、仙台市、中野县、九州、新本，拢为今年开始扣住宿税。唔但外国游客，日本民众只要有住宿，拢是扣税的对象。常来几次，就是会发现，比起前几年都是越来越贵的趋势，然后就住的就会越来越偏远，也越来越小，这样对，所以就可能就会影响来的意愿吧。東京はもともと他の地方に比べて宿泊の料金が高いんで、そこで税金が上がっちゃうとより負担が大きくなりますよね。总部省统计，2023年全国住宿的税收到差不多188亿的一票，过当年就增加到差不多400亿的一票。2025年访問日本的外国人人數超過4000萬人，政府想要用這條錢來解決過度旅遊帶來的問題，不過業者要受議論。取った税金を何に使うのか、一番今足りないのは人手不足。だから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やっぱりコストを使っていただける。定額制から定率制への変更というのは今反対の意見なので、東京都に対して要望書を出しています。对饭店的产业来讲，更改税制也阁需要负担系统调整的成本。日本政府一方面希望旅客成长，同时阁想要消透过度旅游的问题，要安怎准则，也需要继续进步。公司国际记者日本东京采访报道。